而自資專上院校未來嘅發展呢，好重要呢，就係睇政府點樣為自資專上院校定位，點樣睇佢哋喺專上教育界別嘅角色。政府強調呢，就要發展教育產業，但係呢，我哋睇翻呢，政府到而家對於自資專上院校嘅投入，我就真係其實諗嚟諗去都諗唔到第時呢啲自資專上院校呢，能夠有一日呢，可以發展成為香港甚至係區域裏邊有名氣嘅私立大學，可以同我哋一啲傳統嘅名牌大學一齊爭學生，甚至吸引到學生慕名放棄讀名牌大學呢，而讀呢一啲嘅自資專上學位。我認為呢，仲有一大段嘅距離。點解呢？第一個原因咁好重要嘅就係學院始終係學院啦。咁我哋都同業界嘅朋友傾過，而家呢，學院要升格為大學嘅路線圖呢，好唔明確。社會普遍有一個想法呢，學院始終係學院，一流嘅同學同埋老師呢，就唔會放棄入大學而改為入學院，而有心捐錢俾大學或者高等教育嘅朋友呢，亦都會傾向選擇向大學捐款而唔係學院。咁呢個已經係先天嘅不足。第二呢，就係資助嘅不對稱啦，呢個我就會叫做後天不濟啦。今日香港各大院校呢，能夠喺世界嘅學術界裏邊呢，享有咁高嘅盛名呢，當然院校自身嘅努力呢，係絕對要值得讚賞，但係政府其實投入大量嘅資源呢，亦都係功不可沒。如果我哋睇翻資料呢，教資會資助嘅學士學位呢，平均每年嘅應該係平均每個嘅成本呢，其實係要100萬嘅。點樣計呢？100萬即係教資會嘅資助呢，平均每一年係21萬左近啦。4年嘅課程呢，就已經80多萬啦，加埋同學俾嘅學費呢，咁大概100萬啦。但係呢，如果呢啲自資學位嘅課程呢，佢哋得到嘅經費呢，就只係嚟自學生啦。我都了解過啦，以當而家最平嘅4萬蚊至到7萬蚊呢，佢哋嘅成本呢，都只係20萬至到28萬。喺呢個資源基礎不均衡嘅環境底下呢，我就認為自資院校呢，真係冇辦法呢同名牌大學或者一啲傳統嘅老牌大學競爭。咁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，資源又唔夠，學院就始終係學院，即係我就睇唔到呢，即係呢啲私立大學呢，可以喺一個合理嘅時間裏邊呢，能夠辦得非常出色，吸引到好多嘅學生去爭相報讀。所以呢，政府你其實真係必須要去喺呢個時候諗一諗啦。如果政府你只係希望辦一啲學院，以增加啲大學嘅畢業生，咁呢啲學院呢，可能永遠都係停留喺呢個階段。如果政府真係想自資專上嘅院校呢，能夠同唔同嘅大學有競爭，或者有一朝一日呢，好似外國咁，我記得局長都多次講啦嚇，有啲外國好有名嘅大學呢，都係私立大學，香港嘅私立大學呢，能夠有一日躋身名牌嘅大學嘅系列裏邊呢。所以咁樣嘅話呢，而家就要去諗啦。亦都無論喺現行嘅法例啦、監管方式啦、資助模式等等咧，都需要作出徹底嘅改變，否則呢，我好擔心，真係好擔心副學士嘅噩夢呢，可能就會翻嚟啦。